竹东也有许多优质的农产品，相当适合小朋友体验采果乐。看看爱吃干么的某某采得很过瘾，一边采一边玩，真的相当适合亲子游，而且一点也不难。因为果园的老板会在旁边现场教学，让我跟某某可以好好体验。阿姨，你看好多干么？对呀，动台家。这干么看起来好甜哦。你有没有想要采干么？有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原来采干么也有大学问，不是随便用剪刀剪剪就可以了，剪刀剪下去的角度也很重要哦。我教你，你收纳人，你剪每片，对泥条纹剪每片，也唔会速度劈只上下鱼，唔会鼓到，唔会受伤，一张一张慢慢剪，看准准，一个慢慢剪，看准准，剪下去。竹东的干么有很多的种类，而干么也代表吉利的吉，是很讨喜的农产品。这样剪吗？直接剪下去。先弄，哪里？耶，超级棒，给你，耶，又成功一颗，还要吗？还要。你自己选一个，想你选哪个？这个好。那你要给你拿着，那你要站过来一点。好，你会剪吗？我交给你咯，我帮你接住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夹到手上，剪下去。快成功了，成功！耶，默默好棒，又成功。看看我们今天大丰收，我跟默默采了1种兰。干么盛产的季节，民众就可以在这里采干么，还可以现采现吃。默默，你要哪一颗？这颗吗？好，应该把干么不泥式。你会不会吃？你会不会绑？不会。会不会？我问你会。干么好吃吗？好吃。赶快吃，好甜哦。某某，你觉得边采边玩开不开心呢？很开心。大家想吃干么吗？该把干么不泥式。